有一件咱三点的。你爱我也好，爱啥你也好，六代了山哪里无？心爱的无分你，唔好本来离开你。用对建造的三马八年。So ngáp đi nhau ngày sau tonight, so ngáp đi nhau ngày tu phong trôi. Sân cô liễu ngã trong ngàn心若开哟，无从我的心所，老年大擂台，闹热强下来。哎，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，大家好哈！我是罗斯峰阿峰姑啊，哎，我是金啊，大家好。好，哎，同大家报告咧，哎呦，今年迄安尼南浦六队啊嘿六队300周年那个呢生态发通。 300周年呢，天哪！所以个300周年一定要办到非常的大，嘿非常的盛况哦不啊！错所以呢，按今日按的主题哈，主要办一个六队音乐会。音乐会众上欢迎你六队的青理会的各界精英们，你有好，奖的哇，大8位家来自六队的好朋友们哇，哈。正经的，人南都好嘞哈，哎呀人才济济。是啊是啊，男的美，女的帅啊！那我们就要赶快第一枪好第一位， ，TV，第一位，哎，我们就类似你的要邀请。群动跟主田雄壮啊，哦雄壮嘿傅亚明先生带来后堂的歌曲喂，哦。赶快啦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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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春风也对面吹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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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用也要双双比。在行在行，全嘅話就到六隊，青山綠水來相披。 播放人了有點對，中前左右後先鋒隊，一隊一隊來保庇，看看人看，親兩看，歡喜來披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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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心情好真安慰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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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用你的高山背，在行在行，全嘅話超多六隊，好山好水溪也美，伴你吹動向右皮，實錯了路包在內。 一向一向心相隨，也了記了，親亮了，高東相歸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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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 相当好，相当好，真好就是相当好好，那都真的好久冇見啦，真是好，哦，真對啊勁哦，真勁真勁。嗱，你講到六隊哈，六隊其實喺嗰片12嘅象徵嘅一個統稱。12個對對，我就是嗯董事長講六堆，六堆是一個鄉還是什麼？唔係到底係而什麼？嗰片12嘅象徵呢一個代表。
什么乡镇？我有個朋友，伊台北人，嗯下伊講我潛綠隊，去綠隊了，結果伊一踢到伊打佢冇綠隊，潛唔到。規鄉鎮老誒安陽安安陽，綠隊喺嗰全部邊，喺條隊。係嗰邊地方12個鄉鎮喺台北。可能基本上曉背嘅廿十標嘅有冇？對。還有青島嘅有文化發通嘅。有春江、下元、嗯秋樹、東廠，哦，你從我哋嘅開始嘅時間，都有個講炮上。哦，你係做講炮上，講炮上都給我哋咧人手這個時間，嗯，我朋友嘅講炮上比賽，哦，這蹦子炮啊，你嚇，都傾我哋咧玩埋，叫水嘅，哦，記到我哋咧都嘅將佢鹽水風炮用嘅，係啦，哦，都講炮上，嗰類要嘅都夏天嘅時間都嘅綠隊運動會，哦，有所有嘅鄉鎮咧組隊，跳下來比賽。太湖山下嘅小奧運，哦，都綠隊運動會，小奧運。啊呀，秋天嘅時間咧，我哋都有嘅秋樹，秋樹都是我哋有嘅。兩個有參加過。係啦，他嗰年買作詩，有，買作還有後詩詩的哦。買作詩嚟，他嗰年詩，都等於求福咁樣。所以那意思的東西是啥？主持吧。係，我意思東西。哦，表演啊，那有本地都有唱到啦，跟伴奏嘅，一奏。哇，個動腦嘢，種大奏樣嚟嚇。錯，潮數他嗰年都演作詩，最多有300作。哇，300作，下車咧，300作都一作13年都3000人。係啊，30錢青島年。啊，冬天嘅時間咧，我哋都有嘅客家太戲，我其他就會做。都他嗰年嚟。可能像榮興客家。歌蹈團都有啦，都有。台北啲北部嘅歌蹈團都會下去表演，唔單止能用現，也係有青島嘅，係有歌蹈團會。真係啊！啊，嗰類嗰種詩呢，而家秋冬嘅時節都會辦一客家婚禮。哦，客家婚禮。今年300年都嗰度發到，那因為疫情嘅關係，所以嗰度呢冇辦。竟然應該全部停。盲人應該要機飛啦。盲人呢？我哋呢綠隊運動會，我哋竹田中隊舉辦，所以呢多時間有請客家人呢，我要中隊做客，來處嘅客。你唔通講好教嘅東西，好不人行等清橋啊，還有好食嘅東西。13年咯，真係。聽錯愛啊！看到實在都唔掉啊。當然咯。來，將鄉長來。又喺我哋竹田呢鐵山，鐵山哇！竹田吼。因為伊也要水屯嘅改好，而家水質清好，而家用到自來水。乜嘅意思？自來水，每個地方都有自來水啊。而家自家來嘅水，對內行即個撥出來嘅水，產水，個水一聽都懂田園，懂田園，種出來嘅農作物都清真，啊釀造出來嘅東西又好。哦，像我哋咧檸檬，我哋而家係，哦，也係巴黎啊檸檬，也係巴黎人士，有看看。冇毒冇土嘅耕種嘅，都係用。啲皮係唔會清盤嗬。啊皮個泡，汁個度。也都冇窮用，一切都係要有機認證，無毒耕種啦，啊有履歷認證，更加有呢做要嘅乾，檸檬乾，還有細樹嘅檸檬細樹嘅，還有檸檬醋，天然嘅就出嚟哦。對，天然，所以而家產品越來越多，有檸檬佢係逐漸係會創業嘅東西，可能我哋而家要做嘅檢驗法。檢驗法，檢驗法係乜嘅？而係一個手飲嘅東西。手飲嘅東西哦。而家法吼要拍嘅要黃，所以用到檢驗法。也可以泡茶色，實在要手飲。手飲嘅好過。要左右嘅潔膚露。細樹嘅。用檸檬。咩？檢驗法。中央檢驗法。還有嘅荷塘。荷塘，等下佢下呢個時間可以食，非常嘅時候啊，荷塘哦。啊，嗰兩我哋因為水質好，啊我哋咧釀造業嗬，都做頭油，都幾有名。包括我哋咧幾個有名嘅一家烤肉灣家鄉。灣家鄉嘅頭家，我哋竹南人，竹田鄉竹南人。真係啊！啊，嗰類都頭油白，還有新山醬油，還有我哋咧。平科大嘅調油，還有點心醬油，
所以也要投入哦，我可能你要得高也要奖诶，我等下带转以后嘞。冇有第一來咯，上半大嘅件事。哎呦，真係硬貨啊！哎呦，什麼樣做？以前嘅慣咧，冇做都變 foot 了。係啊，所以在那時代啊，張律師啦，而家以前嘅慣係做唔得。明年6隊運動會，佢足定係連中隊，如火焰他家人。包括阿峰台我哋咧，只能夠強下嚟足田啊，幫人做客。對，因為佢講真咧，一兩年咧，因為以前嘅管都冇開啊，管久嘅，可能都唔掉。明年安尼足田有個運動會啊，奧運運動會。聽說會參加。共襄盛舉，係啦，好好嘅老啊你。誒，好，什麼樣做？大家，感謝楊總。係，請回頭休息，安住先。將將嘅花，一朵花，空氣裏就像人強的日記在打坐，在田野山丘，看不透有種多愛不怕，嘅朵花，係阿婆頭那當嘅幾種花，唔講一條辣辣天空轉過。尋求濃郁嘅茶，一種花，你空嘅美麗花用愛它，一朵花，碰水用空的輕輕不發散，一朵花，黑暗用碌做神做的回頭恰恰，一種花，你空嘅阿婆一阿婆頭那當嘅幾種花，唔講一條辣辣風公轉波茶，唔管到哪邊，心冠軍從心頭濃郁嘅茶，一種花，唔空嘅阿婆一朵一開花，一朵花，雪白白相思變化。雪白白相思變化的微流花，一種花，黑暗用空嘅永永遠遠，遠遠遠遠開的南霸天唱可以，謝謝啊，真好，
六队冇東西好食嘅。冇東西好食，青島好食嘅東西哦。看到你按抽呀，你按抽啦，奇怪啦，呢。你用按的喏。啊，哎呦，咁難得咧，有想到竹田嘅西亞摩嘅，唔知咧竹田人。真的唔會想中啊，喺你路卡隔壁。啊，真係啊，啊，你用隔壁，用隔壁，我以為咩近水樓台嘛。唔係，非常研究客家文化。你可以，係要嘅從嘅唔拉拜推定路卡拉安尼。哦，你嚇。你路卡要從嘅嘛，拉拜兩幾來半嘅。我煮菜嘛。你屋企唔是買過蟲嘅，唔是買過蟲，都對路卡拉。用路卡加就好了。我一下路卡示範就好了。錯，我看到能帶嘴鬧嘅，係見每咪要帶到嗌嘴鬧嘅。啊，錯，見每嘴。我要做 M 做嘅六隊嘅啊，經驗鋪嘅，馬上就用嘅，係咪同講？馬上就用我一個做係咩嘛？馬過厲害哦。其實大家你睇看一下，係一個下嗬，係六隊300周年。哦，切片咧，可能什麼樣嘅形狀嘛？有。一個其實係一個水流通嘅感覺係啊。對，意思講，向狀要講嘅自動噴出來嘅水。自來水。馬做得啦嚇。啊，佢其實一個水係向正嘅，客家人唔管提供耐用嘅環境底位，哦，就沖水對，它都可以融入在那個生活環境裡面。對，沒錯。誒，可能能帶我嘛帶起來去。好啊，做得。帶起來講喏。哎呀，裡面你要講喏。好嘞啦，睇這個啲唔免清洗咧，唔好玩用。冇 M，沒講鬼鬧。謝謝。真的。還有推我在拿錢本啊，在拿錢本。誒，從頭到我哋嘅傅老師有介紹到哈，我哋大武山下的小奧運，有可能有亞排。你看有嘛？一隊啊，一隊啊呢，組隊參加。隊嘅名啊，啲當杯。對。組隊、前隊、中隊哈，每個隊都有。最重要，我哋要先提一個這個綜藝詞，聽我們綜藝詞，這個聖火的點燃就從這邊開始。是。從這邊開始。繞12鄉鎮，就是跟他一個從來都攀運動飛嘅哦，哦，他跟你講那叫我來參加哦，對，這是非常重要，這個是聖火的傳遞，就表示我哋客家人精神嘅一種傳遞。就一個起點就在這裡。對，這樣大家有看到嗎？這是包含的，就是我哋嘅運動飛動力進場的時候，那種我哋運動飛點樣乜嘅奧運咩攏比乜嘅射箭，有，各式各樣嘅比賽。各位 TP，背那個鼓包。鼓包哦，載體嘅運動就錯嘞。客家人以農，以前早期客家是以農生活的嘛，對不對？別那鼓包啦，或者拖那個檳榔盒，對嘛？哦，你就走在上面，你的隊友要拉你跑到那個終點站繞一圈。啊，他這個唔多請誒，大家都要找你才對。我坐在上面，我坐在上面，大家比較這是比較傳統的那種東西。對，沒錯，但今年很特別，有沒有在？國寶爸爸喺養體名嘅做在迄個呢，乜個呢？清潔隊上班嘛。沒錯，一點類似那個清潔隊有冇考試啊？考試嘛，像今年嗰 TP 提嘅米農嘅運動比啊，有冇？一定提嘅飄河，你飄河，就是提喺上面，因為個以前這種以農業社會嘛，各種安尼睇嘅水溝啊，然後因為要灌溉的關係，那個現在很多人都在上面很安全的，你就直接從這邊頭飄到那邊去。這一次的運動會是在這個飄河裡面起腳踏茶，難度有多高，所以那個趣味性非常的好。哦，對，就好像那個台中公園那種呀，這個水上腳踏車，碧潭那個哈，這個踩的那種天鵝船嗰種。會不會飄到外海去？旁邊都有在工作人員，很安全。飄到小琉球。安全措施。天眼呢？時時告一下呀。除了我們有這個運動會演出之外，它還會有很多的表演，包含那個心儀，你有去我們6隊這樣那個運動會演出過呢？對，因為其實我媽媽她是客家人，那我就是半個嘛，那就是從那個時候被邀請回去開始學客家歌，對，就是表演客家。那你會講嗎？不，還不聽聽的吼，現在會聽一點點。從中國開始吼，鄉長多請他去，他就會講。對，都可以學啊。其實我覺得，在南部有很多文化其實很美，有別於北部哦。你到南部之後，大家是非常熱情，攜家帶眷來參加。正經，所以就是各個族群的融合啦。是到北部正經冇共用啊。係啊，真係冇共用。啱嗰上頭都講到嘅，來到南部聽人有講，6隊鐵道講前模，係嘛？嗰上我先推薦大家來到我哋南部去前6隊，先去6隊客家文化園區。其實也算是客家。清後了。對，南部嘛，因為像北部有一個台灣文化館，係啲苗栗。
好嘛？啊，第二个南部林铜锣那片吗？哎，对，铜锣对。第二个林路就有6对客家部分发扬起。那其实园区里面大家可以知道，就是它除了我们园区里面呢，还有那个青苔，这园区有油伞，你要去那边野餐也可以。那包含有很多特展，当然可以。油纸伞不是那个闽农的那个特色哦，他把它全部融入在里面。地位都看得到。美食，那包含你在苏红哪个？哦，我来哈，人家来个么哈？大师兄、小师妹。哦，这个是吉祥物吗？对，大师兄。阿姨等有 video， 你看，其实园区很用心。本身你的老多养 Kitty， 我可看到那个人偶剧，真的是志工去演的人偶剧。哦，超偶那种就超哎，然后小朋友敷通啊，很辛苦哎，很热哎。哎呀，但伊的米把演还给脱下，全部都是。对啊，哦，连这个内裤都湿了。他们不用找超偶，直接找我就好，你就不用穿那个偶装，指甲就做的。你就大师兄了是？哎呦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哎俩冲黑卡的感觉。而且他们除了学校巡演之外，看中通附录也表演。哎呦，是这次去抗议还是没有去表演？表演。他们那个剧情是非常适合小朋友来一起欣赏，老少咸宜的。对他们的议题可能都是关怀社会人文呐、环境啊、卫生啊，都很适合小朋友从小就开始学习。有喊了都6对客家文发扬哎呦，喊好啊，给面做的油腔都可以啊，对啊，多办一些这种活动嘛，对啊，是啊，给每正经难得的，video 你6对3百年，漳州的抢夺案多，你雄壮出来，你雄壮出来，带推了都要。再一个3百年，你去克隆地那些。再一个3百年，上来讲啦，再3百年，你都买个草堆，草堆啊。哦，哎，再带了一条歌哎，冲过安后堂。这么大个，讲讲，你讲讲，后堂的歌哎。讲爸爸先买煮茶，哎来。你走完了那5天，爱行那一条路，风景给呀有伤心，阿姑给自由，天边黑马的世界，我经行经呀清楚，天阿婆无卡有千百条故事，给牛耶稣更下条公公。天丘地背轻轻的船家，爱人丘下米汉的。为了马该爱离开，给单纯的时间，想呀。黑田奶奶的泥谱哎，青牛苗的演到榕树下，榕树下。其实我们中队昨天哦，有个
拱面店，而且客家人很喜欢吃那个麻酱干面哇，酱，漂亮，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就像个阮牵发，来来去去，不知几多散。把思
你好。对，我们冠军歌哎，手。你个年度赛的冠军啊，彭世军，没人懂你。年度赛赢了8万块，本来说哈要跟所有我一罐养乐多都没喝到。我去马个撩前几出，我呀，一几把都冇讲。对啊，行业呢？行业啊，对了，我们叫 Jason 啊 ，Jason，My name is Jason。屏东林乐啦，林乐，所以你啲林乐出身呢？係睇林樂出身，然後到讀書到高中，然後高中能離開故鄉。哦，有沒有算從細都青少年嘅時間？對，安尼應該懂得很棒的回憶啊，青島，真的，喺度你講嘅嚇，有冇回憶啊？係想到係萬歲時間，我應該講係陸卡認同係講嘅係，將係明日送就生日做生日嘅時間就會送課嘛，清淡順送課。我係冇呢，冇嘅呢，翹課，我都翹課咧。我係先係清怪生日，咁讀書，就平常咁讀書啊。最期待就係禮拜四嘅時間，我睇我哋聯絡嘅창원宮廟嘅前面有雅祠嘅，我哋台北攏講雅祠，啱講我哋南部攏講松讚，就係可能喺日本話講嘅熊頂，我哋嗰邊攏阿婆伊人教我攏講松讚，商讚。你即係從跟日本話反過來就錯咧。流動攤販嗰種，係熊頂。熊頂哦。拜六嘅時間，以前拜六屏東市最鬧熱咧，就係屏東市嘅廣東路松讚。哦，也是就係熊片地嗰度。咁樣也係屏東最大嘅時，嘅董事最大，更加冇廣東路也是誒。一廠嘅嚇。哦，佢而家嗱從十字路口嘅嘛，伊咧廣東路，伊咧講慈友路，伊咧搞交界，啊，伊就行，佢松讚，佢青苔，伊行到腳温樣，嘅腳温樣嘅你啊，屏東也是青島好食咧。伊喺屏東廣東路也是喺拜六，固定拜六。哦，嘅張成功咩位頭前咧係拜四。係拜四，係。拜六做按多年啊你。青島年，以前他冇就喺安邊冇買夜生活嘅嘛，就去食夜市。喺來到銀聯絡嘅時間啊，一定要介紹大家去食銀聯絡嘅鐵山。鐵山，充電咧，東西咧，東西點咧？東西。嗰個見邊有冇啦？最鬆班係要介紹個嘅糍粑粑，糍粑粑，徐板家。有帶過人節目嘛？有一百有。藝人最有名嘅以前有冇帶來？滾睇嚟。冇，而係要聽麥哦，而係要聽。你成年佢好。清好，而家成年。喺成年睇好冇上一來嚇。以前嘅關係。以前嘅關係，睇這個做得佢這個以前。我哋有相片，有相片。有人聯絡台北嘅鐵山，佢去買啊，就係以最有名金瓜板嘛，啊甜板、糊板，還有鹹蛋板啊。其實我哋嗰邊最有特色係我哋都蘇曲草做嘅很多拍頭公板。有所以我哋做出來嘅顏色唔係長長嘅，你長長一般來講，攏看到嗰種野板嘛。啱講我要談講嘅古書向嘅版咧，要同人哋咧將嘅拍頭公版冇共樣，也可能會搶高嘅心意姐姐。心意姐姐。對，我媽媽是果蔬，所以果蔬有跟大家唯一不一樣的是把艾草就變成是煮葉板。是用苎麻葉去代替艾草，對，哦是哦，對，跟大家不一樣，但它做出來一樣是綠色的。就像胸片底部度嘅，像這個照片裡這個顏色，對，綠色的，強色嘞，這是綠的嗎？是綠的。你眼睛有問題嗎？這是綠的嗎？深一點的綠色，對，真的。主要版只有果蔬有，但像果蔬，果蔬嘅特產，杜紅嘅料咧，裡面包什麼？
哦，里面包那个老菜脯、老菜脯啊，虾米。啊，如果要香一点，可以加香葱。那就跟我们客家的包的料差不多。咸的，咸的就差不多。像航班这样子。对，但它的表皮可能是加入不一样的那个元素在里面，对，不一样的叶子的汁、叶草啊，也係聽人哋咧呢鋪誒，青油苗係用到榕樹下。榕樹下，伊其實冇買苗，伊其實冇點苗誒，伊係伊原本那個店面有一條嘅榕樹，伊直接就提榕樹下，所以然後係榕樹下，要買嘢人哋很多泰國菜，泰國嘅滷魚嘅菜，不就孔肉啊，最特別咧，伊就福菜、筍乾，啊買滷嘅人其實佢平常吃得多，容易煮皮。按客家米就客家米絲就出嚟，可以要加絲掉嘅。更加係有，啊！如果有人做嘅泰國菜，有人攏用冇用瓦斯爐滾哦，伊攏用炭火嗎？用小嘅清理。伊個米絲用冇較冇共用，慢慢的燉，慢慢的熬啊，你熬出來。辦西式咧是隻有人店面那個一點人咧拍飯，講400元吧，搶400元按水菜唔食。菜咩水菜是嗎？菜就另外可能夾一道，就算一道錢。啱嘅拍飯就數400元，按10多包。人哋南部嘅客家兄弟姊妹應該都有試過哈。一家應該。頭都思強要講伊個係榕樹下嘅女僕嘅嘛，其實人哋種對足田咯，有個白拱麵店，你可以睇它榕樹下嗎？我們是在伯公廟裡面的麵店，對，地不會度哦，但係青油苗係一個烘羊板。烘羊板就是鹹湯圓，對，就是它可以當一餐的主食的。然後其實呢，它趕緊最喜歡的就是那個胸片底部，對，可以看到胸片底部，有看到嗎？最好吃的，而且客家人對，而且客家人很喜歡早餐吃飯還有福德正神保佑，不會太可愛哦。對，而且客家人很喜歡吃那個麻醬乾麵醬，可以了，這樣電視搖嘞，這個是早餐，我每次到一些地方哦，山珍海味，其實我們也常常吃到，對不對？我最喜歡就是這種，就係那種家用米，這種幾十年老店的這種，真的，我跟你講，早餐、午餐都在那邊吃，真的，真的啊。一天吃3餐啊？竹田嗎？碟竹田哦，聽錯誒。我3天沒有見店面賣切阿米60元嘅，我們從2元開始食到要80元。真的6元，哇，這通膨也蠻大的嘛。真的啊，2塊錢，然後變5塊，然後變10塊，對呀，也已經80元。其實吃的是最喜歡的，還是那個古早味。對，真的有蟲味啊！哎呦，這個我一定要去哦。一定要的。我又是面食主義，搶熊種，搶你種啥？就是面。我又是面食主義者。我做當醫生面，搭成生面。你是面如何的哈？係啊，我唔吃飯，我吃面做。奇怪，哪會食飯呢？咁要空肉飯，沒有重點嘛？重點係倆，還哪會一件呢？呢部介紹係來到屏東市，我哋屏東觀光夜市，也似一擔已經竟然應該70人元，也沒70人元，也係亞視裡邊度嘅，38人開嘅，哇！已經行菜哦，已經係要開店，已經到第幾代了？應該第3代了吧？第3代哦，係阿嬌嘅，人哋講嘅阿嬌嘅有青菜切啦，伊就係烏白切啦，伊烏白一般看到烏白切伊攏有，啱講我特別介紹係人哋一片屏東人有嘅，有很多粉蟲，幾個粉蟲，同昆蟲冇共用，點解保肉啊？係伊點樣肉？我不係軟嘅。係，伊啲幫人肉的粉蟲，就一件好食，真係好食。你很壞，你這樣讓我們望梅止渴，真的是。唔帶來啊，本來你看相片正經嘅。分享太假來到屏東。你還要用還冇用？我去現場啊，現場。天蟲師，啊，適合鹹麵，
甜的，用甜食做结尾。一定要来到夜間喺民國32年開店嘅，真係啊，攏老店嘅，全部都係老店。進來量一來量，我介紹特別介紹係有我哋講嘅土飯酸啊青，以前伊人七家手工做嘅，伊人喺飯酸，伊人冇加色素，也係烏嘅甜烏嘅，蜜芋頭啦，蜜芋頭攏以前做嘅，啊也係我哋南部看到嘅。番茄切盤，其實喺薑麻錯嘛。而家嘅種較特別係我哋用跳油餃、紅粉、薑麻，還有甘醋粉。老啊，有點唔點啊，反正我哋凡係食慣呢，就係南部是頭馬豆出來的。頭馬豆係我咩30年前一個作秀，喺南部台南大客廳那邊作秀，啊做完人都點落。甜的肉粉多麼多溫跳油餃，有冇試得點哦？好吃的哦，好吃，動出新滋味，好吃。所以我後來在家裡也是嘗試用這種方式，但是我們調不出來那個蘸醬的味道，就差很多。兩些錢不配人穿就好了，還去加粥。好了，來，接受安東後生的米聲啊，讓我們真的是大開眼福。是啊，單看而已，吃不到的。真的是哈，後來他一般栽培本好，這樣的錢乾飲而已啊，對啊，再帶了一條果，好嘛？好，係等下帶來係沈雄先生嘅，艾總，代表。满山岩，西子英公民祖先，北家三国宋凉风，南连从尊饮凉天，春有太喜苍松天，热天翻松别牛年，秋风显现后把梦，八宝中央有一年，四兄弟。愛中也慢，氣數硬些，數公標爛，滾滾鐵鐵，像一塊心電斑斕。師兄弟，愛中也慢，氣數硬些，數公標爛，滾滾鐵鐵，像一塊心電斑斕。古树滿山岩，西子英公民祖先，北家三國宋涼風，南連從尊飲涼天，春有太喜蒼松天，熱天翻松變牛年，秋風顯現後把夢，八寶中間有一年。師兄弟，愛中也慢，氣數硬些，數不用爛，滾滾鐵鐵，像一塊心電斑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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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回去3、4天，家里已经够我们就是耍废了，没有地方去，然后那边旁边都是菜园，不然就是田地。我们后来就有去三地门，他去那边你就看到有个马儿村。哦，就是相片这个，你就会看到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马，很多人养马。对，我对这一匹马其实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绿，但我对它印象很深刻，是我们每次去那里，他跟他老婆跟人家走，所以他就很绿。姐好，你好，不愧是参加过星光大道的不一样，对，但学客语是从头，从零开始，对，因为妈妈是客家人，但是爸爸不是，所以一般那你怎么没有学到母语嘞？因为妈妈嫁过来要学火罗维，所以我就在家里不会讲。对，妈妈也没有刻意要，没刻意搞那样。
哎呀，奇怪，这妈妈不对，真的妈妈。你等下回去冲妈听到了吗？妈妈，现在可以回家跟妈妈练习。其实妈妈嫁过来压力比较大，因为她要先学闽南语，才可以跟阿嬷说话嘛，所以就是压力会比较大一点。对，其实这个也是不能怪妈妈了，因为说像我们这一代，说真的很多。你要娶到的老婆也都不是客家人啊，这就慢慢的客家话就会慢慢的会 adapt 出来。对，如果爸爸是客家人，可能我们就比较会讲，因为阿嬷就一定要会讲，一定讲嘛，我们就会跟着要学。是。那你就是从小也没有讲到？没有讲到，只有在妈妈回娘家的时候，我们会一起回屏东，可能住个3、4天。高树那边是妈妈娘家，狗树那片。回去的时候。那个桌上水果是不会少的像什么凤梨啊，自己种，所以很天然，没有农药，就是凤梨什么木瓜啊，芭乐好像也有啊，不能忘记就是枣子，我是吃那个枣子吃到不敢吃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阿金都会说，阿鲁啊，那枣子还掉那个头卡哈，掉到地上哦，捡起来吃，不要浪费啊。掉地上很多颗，我们就要赶快把它吃完，因为有碰撞的，你知道吗？要赶快吃完。对，掉在地上才。他说很丑，但是还是很甜哦。对，只是外面丑而已，里面很好吃这样子。真的。还有莲雾啊，莲雾也是。对，吃不完。水果吃到很多，难怪那么漂亮。那3、4天就够吃了。而且妈妈在我们小时候会唱一首儿歌，可是她用闽南语，但其实是原住民的歌，什么？呀来这，呀来咿呀吼啊这，呀来吼啊这，就你自己编的这样，好像我也听过，是不是？就是从这里延续，呀兰希嘞，那个有没有？好像是这样延续过来的。就是妈妈，可是因为一直以为是可能因为都在屏东嘛，可是我爸爸是在嘉义，但我觉得我爸爸。跟山地们非常的有缘分，因为那时候回去3、4天，我们其实家里已经够我们就是耍废了，没有地方去，然后那边旁边都是菜园，不然就是田地。我们后来就有去三地门。那到三地门，它有一个地方，就是它那边是一个算是有名的其中一个观光地。你回到屏东的时候，就会到去那边，就会去三地门。然后爸爸是全家都会去，阿金啊、阿姑啊、厝比隔壁啊，就是左邻右舍的小都会一起去，因为都是大家族行动。去那边你会看到有个马儿村。就是相片这个，你就会看到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马，很多人养马嘛。对，我对这一匹马，其实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绿，但我对它印象很深刻，是我们每次去那里，他可能他老婆跟人家走，就很绿，骑着绿马去追老婆。我印象很深刻，是我到那边每一次，我爸爸都会被问路。就说啊，那个啊，要去那个什么原住民文化园区怎么走啊？琉璃吊桥在哪里？你爸都认为自己人就对了。我心里想说，我爸爸嘉义来啊，怎么会知道这些？还是爸爸你趁我们不在的时候，你又跑来玩？还是爸爸长得很像原住民？爸爸长得很像原住民，对，阿金都很喜欢开爸爸玩笑，他就说啊，你是不是常常来啊？你是趁我们不注意来这样子，爸爸就会生气。对，搞不好被发现了，更小爸爸生气。很多情人在那边也不一定。没有，宝宝就住罗哥情人家隔壁。我有证实过，有证实过。其实三地门那边真的很漂亮，因为如果你觉得在那边，其实，在屏东地很大，在那边就是很舒服啊，可以休息。那偶尔呢，其实全家很适合来原住民文化园区走走。那要进去之前要先走一个吊桥，叫做琉璃吊桥。琉璃吊桥顾名思义，琉璃做的，透明的，上面好像是木板，旁边是透明的，旁边是透明的。原住民文化园区。对，你走进去之后，过完吊桥，其实吊桥上面很漂亮，两边有山有水。我觉得，因为我平常在家，除了课业压力之外，就是打电动，很少会来看风景。对，所以趁着过年的时候，真的很适合大家来这边看完风景，走过吊桥。进入到文化园区，到处都是那个原住民的特有的图腾，是真的。对啊，如果
大家很想要了解这些图腾有什么意思啊，有什么故事啊，就欢迎大家到那边走走，自己去。我知道，说不定会碰到我爸。哎呦，又可以跟他问路。如果有碰到我爸，请告诉我。如果你没有在旁边的话，请告诉你。对，如果没有在旁边，请打电话给我。对。他搞不好不好意思跟我们打招呼。我是来偷情的。或者是他来找小孩、找朋友。好了，再带来一首歌。好烦哦，知道 Q 的歌。再来一首，我第一首学的儿歌，对，叫四季歌，春夏秋冬，我们用客语，美丽的客语语言来雨薇老师的歌曲，雨薇老师的歌曲，大师的歌曲，大师的歌，来弹看。看啊。春天来到，百花开，夏季三妹叫娘娘，中秋天到月圆圆，冬节过体又一年。春天来到，百花开。夏季三妹叫娘娘，中秋天到月圆圆，冬节过体又一年。春天来到，百花开，夏季三妹叫娘娘，中秋天到月圆圆，冬节过体又一年。春天来到，百花开，夏季三妹叫娘娘，中秋天到月圆圆，冬节过体又一年。一年四季笑连连。爱的雨伞，你落落落落。礼拜日冲过的时间，冲黑的时间，安尼有台梯啊嘛啊，大下愈一桌一桌嘛，应该正前方愈有一桌两个军人，莫朴树，隔壁叫做哪个冠酒杯那种冠军杯，对伊头拿当过安尼敲落去哦，结果唐讲个迄军人，然后迄宪兵，或野幕族，可能看唔到。
香口金哦，哎呦，那俺又来了，哎呦，客家老西妹哈，講西妹早啲唔好講快下，唔好嘅香口金唔係新中人哦。闽農啊，闽農出世，闽農出世，小學4年讓爸爸帶上台北。哦，真的啊？哦，所以我都給台北睇嘅。哦，但是係冇要講嚇，不過要講下。有，我爸爸媽媽闽農人，阿公阿媽闽農人。哦喲，張闽農人，係髒嘅闽農人，所以我想髒。你係咪真係闽農了喎？我呀，對闽農有乜嘅回憶？很深印象，很深嘅記憶。我最記得嚇，如嗰下弄牛茶嘛，那50年前全部弄牛茶。看到牛茶慢慢嚟，人哋都會跳上去，先人都會跳上去。跳上去嘅坐到。先人家夜小。坐一段路，後尾如果看到牛嘅，你話餓死啊，個太大啊！差唔多坐到冇聽人，你話全部跳下來，這鬼了啊！係啊！我拿牛市咧上得嘅。有些來冇有，些我冇有。童年記去，對啊，這牛市哈，對。阿哥會去太尊啊，太尊一些神咧，聽哥哥嗌當過兩個哥哥才一些兩些。哎呀，我等下去寫神咧，那個太尊啊，頭會去啊，樣誒。如媽媽無限眼，如果等下這位了，3年前如這位搞到啱咪行唔進來，如果本人拿。哦，都做少嘅都，做貨嚟。係啊，行唔進來樣樣。係啊，所以如本人少嘅，如從阿見做都過來。我頭我細時陣，阿爸唔興喺度去教水，進來哦，喺頭去進來，過來，佢個腳係嘛，再掛落去一條啪啪，就表示加入去浸水。很跳。啊，戀愛闽農哈，但要去總政府啊，還記得啊，用不記。總政府。係啊，而家改名嘅咩？闽農，係而家改闽農。啊，唔係是唔係哈，我哋闽農嘅沙西米啊呢。闽農有沙西米。跟人真地我嘅你用吳郭魚啊哈，吳郭魚熟到你10個件、7、8件嚟睇哈。唔可以有兔米啊？唔係，佢菜愛熟嘅啦。全部啲總政府嘅啦熟嘅嚇。唔係，佢菜愛啦，菜愛專門做沙西米嘅哈。養殖魚嘅。依個肉體啊，泡泡嘅哈，大餅角，啲肉都脆脆的。脆啊肉。脆脆啊，溫啊你哋。瓦薩比啦，就薑絲，給都改好食咯。啊，一下又有安尼咧闽農嘅創作板條，彩色。啊，錯闽農最有名嘅就是板條，棉花板。傳統嘅滷一般滷拍嘅棉花板咩？啊，一下有安尼咧，像安尼，你看，馬個色都有。哦喲，按講加嘅水果也加嘅嘛，蔬菜。蔬菜，不是色素哈。紅色咧應該滷係安尼咧，馬個啊，嘅紅火龍果。火龍果沒有，火龍果沒有哈。搶個菠菜啊，藍色蝶豆花吧，蝶豆花，哦，對。啊，個南瓜、金瓜，黃色嘅金瓜，啊，拍個滷鹽本嘅棉花板，啊，總之很醬啊，很醬呢。係啊。對啊，總政府旁邊有點隱士山嘅係嘛？人之山，有啊，你會不會倆嗎？有個係咧嗌朋友去買嚟講嘅哈。哎呦，還有倆細冇有咩請講？培養。闽農嘅水質又好，哦，我上出來按醬，上又按醬，你家創個條個小條果一後堂嘅，你嘛？松茸哈，這個你們年輕人可能比較少聽到這種東西，但好聽啊。對啊，你也傳統的狗油。謝謝。對啊，接下來我跟你講，這一首才屌，才厲害。才厲害，三太挑的。安尼客家三太挑的，客家精神跟農書。別創的歌的，係啊。係啊。下一首嘅創平板。哦，有用夾嘅呢，講嘅上嚟創平板，一後堂嘅。來，彈翻下來。
树后，窗内公故看明下相片，散发过情苦，叹是幸福在心中。无言语无言天，一生平平淡淡嘛甘愿，不过夜。嘉妮，两位主持人好，哎呦，好看到！哎呦，感情安好啊？系啊，人讲啊，替拜参加你客家天使团嘅6样，嘉妮姐就会主持。哦，客家新乐园。新乐园。因为我堂公头摆唔咩行一行嘅呢？唔咩，不能运通嘅。唔可能身材都低啊。你身材挺好啊，还好啊。可能係肌肉呀，有可能係肌肉。哎呦，运动呢？你看，真的呢？为什么？我头擺係打網球嘅。網球哎，那臂力要很強，真的。那運動量很大嘞。還有人用？那你本來打網球是想要往那個？我係夢想，係到美國去打溫布頓。哦，很大的夢想嘞。真的。4年的時間注意安排夢想啊！ 8歲開始就按課聽嘞。 8歲就開始練打網球。嗰陣時啲學教練也係冇教。學教練網球隊有一隊球隊。係啊。哦。連到國手。哦。佢有名，冇人嚟向莊都啲。向莊。網球隊佢有名，係嘛？有名，真有名。還有人有冇打？後來因為人哋愛讀國中嘅時間，如果到嘅人哋。球探，唔講星探，球探，攞來請安尼。啊，以前嘅人頭擺盧卡都講，學運動的，哦，冇馬前途，係啊，冇馬前途，係啊，真的啊，這大雙。我以前有一個小，有一個封號，小胡娜。胡娜，哇！從冇給他我真不想承認我知道胡娜是誰。那個年代，美國華裔的一個親密會跟他算是從中國大陸來台灣發展的。那時候，真人個愛打球
个会打嘅英语咯，英语差不多要打7点钟。哇，安用正经亲友毅力呢？对啊，亲好大面球。哇，跟用按体力够好啊！哎呀，用我后来就冇打。用我放弃的了，冇法度啊，因为伊来来请球队，你听到整个球队过去。他不是单独去。收伊咧拢做唔得。哎呀，收伊咧拢做唔得。係啊，地都嘅都有一兩個學生嘅。爸爸媽媽唔會俾繼續打，而家都可以繼續升學。吃到最後嘅時間係好高啦，要真見到認真讀書啦，這樣樣。古所以都話咧，都冇繼續睇，冇捱一下路途。哎呦，搞不好在美國發展得很好。沒有可能哦，是不是？我哋阿聰哥咩親好啊？係啊，係啊。啊，後來唐公優勝，冇打球。冇打球嘅係，冇打球嘅係都國中畢業嘛，人哋係阿公阿婆土台，所以睇國中嘅畢業嘅時間，阿公都同人講講，我冇法度再繼續本嚟讀書嘅，你要繼續讀書嘅話，我自家存錢咯，半工半讀，係啊，自家按用讀起來嘅，係啊，人哋都去屏東市，都自家半工半讀，都一邊唱歌表演，一邊表演，一邊唱歌誒。嗰樣是南上去讀軍校。係啊，國中畢業嘅時節，國中畢業嘅時節又去報考軍校，我要考到，我要考到。阿婆講寫每年，明年同人都寫嚟窮下。窮下做唔得。沒有，我就慰勞他們一下。對，當笑話。笑話。不所以唔係本藝拖，本藝拖，我要談阿婆嘅話，談阿婆嘅話，佢下國中畢業，我要考公務員。哇，考公務員啊！係啊，你做咗2年嘅公務員。哦，還要做公務員。係啊，看唔出來嗬。看唔出來咧。哎呦，安分哦，安定係啊。係啊，你上過，反正冇俾阿公阿婆煩惱如何嘅啦，係啊，故所以要做2年嘅公務員。按補頭呢都去傳堂嘅，家下即係已經睇傳堂嘅唱歌嘅，我都以前啊，阿如講我上嚟教一下冇，結果我都上去唱，頭家用老母人講，跟我兩個人也唱冇。哦。一次都一次成主顧，就這樣就是他對，就正式就進入這個火坑。對啊，所以2年以後我都睇上講，我話按後生，也咁樣個愛嘅成法，我想嘅個叫。你不要這樣平淡過一生，你知道嗎？想要做起個氣氛做。係啊，係氣氛做。雖然講公務員佢安定，佢安定嘅生活，但是我講我都我蠻搞。我按後生我想我去闖一下自己，對，試看那冇窮嘅路。啊，即係話唔係講不點咩，按好一條路。係啊，伊媽係講不點咩，按好一條路。跟住即個不點，行呀好。更加這麼咯。係啊，伊媽係講要想清楚喎，不點咩，按好一條路，我辭職。我講真嘅啊，伊講真嘅，我充公啊，講係啊，真嘅啊。真的啊。就係咧。哎呦，就這樣嘅。對。用姊妹向下點下。我哋先有成就啊，很有成就。公有冇公有發展？係啦，係啊，而家發展到同學啊。同學還做主持人。做主持人，係啊。啊，講到嘅做法通啊，主持哦，應該有請到請好教嘅經驗。改好難嘅。有乜嘅好教嘅？要下唱人哋睇傳統嘅唱歌嘅，我讀到嗰度個奇怪嘅事情。因為我印象。粉絲太多。馬可以安尼講啦，好啦，因為人哋唱歌嘅時間，唱戲嘅時間，我舞台睇下嘛啊，大下都一桌一桌嘛，聽下正前方哦都有一桌一桌2個軍人，可能星期三啊小週末出來坐一下聊一下，彈一下歌嘅，咁也因從喺中間啊。也隔壁有一組，結果我衝起嘅時間吼，因哋冇樸素，隔壁嘅組拿嘅冠嘅酒杯那種冠軍杯，對伊頭那當講安尼，靠落去，
这么泡树听听啊，系啊，汗水小，对啊嘞，我用汗水。哦，那你的铁粉就对了。我这个嘛学对啊，毛泡树就唔可以。情形我安尼又爱洋葱哈，结果唐公嘅迄军人，然后迄宪兵，可能野某族可能有看唔到诶。哦，哎呦，厉害！哎呦，好恐怖。反正摕传统嘅中国诶南浦啦，南底下开有读过嘛，那万有个咧冲到一半开枪。哎呦！我是有读过，冲到一半一个工地，冲毛个国外，我冲到变国火堂那种。哎呦，呛虾就冲真的底下很多人都。你来。哎呀，还可以冲啊！那时候年纪还小，不敢。我现在敢，现在应该可以啦。然后呢，就轻松的冲他冲啊。罗哥，你以前睇秀场，英国嘛读多嗰度。我曾经也是我后来还好，因为后来都是歌厅啊，或者西餐厅，西餐厅就是那种端盘子，唰就在你前面。我见过牛排店哈。我那时候就参加台视歌唱比赛，综艺金榜歌唱比赛，刚脱颖而出的时候，在苗栗有一个西餐厅也找我去表演，他的餐厅没有人，大概2桌这样。爱喝，然后我就去表演，穿的那一身白色西装，然后路边一棵唱，他们后来好像不知道就是没有瞧好还是什么，就打起来了嘞，用作大起来嘞，已经没有客人了，还打起来这样，那我觉得唱不到一遍，我就那老板说不用唱，下对，各式各样的啊，真的，我钱也没领到真的假的？充电了，这才是重点啊！对啊，气死我了！真是啊，哎呦，哎呀，轻夺中控啦。对啊，改天有机会再好好聊一下，大家可以洗了啦。舞台上碰到了一些趣事，好啊。你为了好冲过，冇问题，系啊。唱歌带了一首，耶稣歌曲诶，迄泰雅国属实诶一首歌曲，伊旋律啊，我只在乎你。刚才嚟睇客家新老人嘅節目地度誒，有特別唱啦，欣賞特別下各位客家歌詞，嗰陣佢咪特別帶來一首歌曲。哇，應該懂啊，結合落去一定懂。係啊，看啦，我只在乎你。地。
随时讲匆匆流去，不恨爱你。心甘情愿天地，不见迷失。人生基础。 那时候我还在纽约广告配乐公司实习的时候，然后我的米娅就是米娅，她就记得那个原创的爆米雅，我的米娅就是米娅就是婶婶吧，不是吗？我一直都叫米娅。我有听过米娅，米娅就是我有美浓就是叫米娅，差点颠覆我的人生。是远，有没有？哇，传统欣赏要啲啊，所以客家国宝级。对呀，特别一开始啊，南埔可能对三太跳歌曲较无人接受哦。对，对，讲到一个三太跳曲跳啦，哈，乐山歌是平板，南埔比较较无人多人唱。那个原因呢，就讲以前到啲个北埔会下去温工啊，哈。南埔有一个
4天觀望，嚇！啊，你個北埔嘅嘢要下去4天觀望，溫講啊，北埔又好觀望了，南埔要上來，就按嚟溫講嘛，嚇！所以佢哋下去加下，佢就到會到你個南埔，像比如當日嘅高速米農，佢嗰邊就帶。啊，嗰邊沙帶加下，啊，叫做早晨暗，咩早晨暗喎，很多嘅時節。北埔人都唔唱神梯跳嘛，嗬，神客跟你嘅落山歌之類嘅，啊，夾到咗叫嘅時間啦，佢都會融合，嗬，談到哎呀北埔，我就唱到北埔嘅山歌。我從呀哈有天師有垃圾有這樣的嗬，談嘅多。咩都得談到。對呀。除太呀唱神梯曲跳之外啦，韓國咧嘅手跳就等於咯。融合起來就按到9強18跳。哦，北埔合起來。係啦。唔過聽講吼，看你唱你北埔嘅客家話，然後南部嘅客家話又青島冇強。哦，對，加下依3次人演。係啊，應該要發現到。唱嘅你係用6隊啲咩路？6隊啲咩人設計嘅客家詞，咁有冇？一個客家嘅強調嚟講，尤其出出一個高數嘅邊就剛才講過嘅有3個族群嘅融合的地方嘛，嗬。將高數嘅比較較一般講嘅話呢，老練女僕啦、連絡入邊就講嘅話，較無碼相同嘅做乜嘅了。你講七七戲，佢講七七戲，誒，唔係滴滴浪，你講食飯。佢講食飯，你講試菜，佢講試菜，咁樣用連絡嘅咩？南埔話要講，人哋連絡係種雙個嘛，你講雙個，人哋講茶泡。雙個茶泡，蓮霧，人哋講茶泡，人哋講茶泡。佢唱喺6隊就冇強用哦。哦，對啊，奇怪嗬。韓國神奇，要談到講太可，因為可能用受到康樂化嘅影響，所以那個大可嘛，韓國嘛，你講買東西貴便宜，當便宜啦嗬，主講啊嗬，很多貴俗。貴俗，係嘛？貴俗有咩講啊？好咯，一啲啲咧，按講一絲絲咧，叫18。唱高數嘅片咁有冇強用嘅？心儀你們那邊高數那邊有不一樣的發展嗎？他就不會客家話，你問他。剛剛唱的那個四季歌，我是唱北華開嘛。那我媽媽是念北華開。北華，那應該是你媽。那個真口大人家嘛，正給大家融合的什麼？但好像是都可以兩個。哦，都得就抽嚟。哦，唱嘅連絡嘅片間有冇強用？我哋嗰邊唱太監營音嘅team名，女僕。啱講我哋嗰邊攞樣呢僕誒。呢僕誒。偵察青島呢？你講呢僕誒，我哋地中哦，你喺6隊行嘅。啊，係音女僕，我哋哦，可能喺北埔來。北埔行嘅。啊，唱嘴唇有冇？唱嚟比賽練歌嘅最長就會彈到嘴唇，喺嘴唇。咁講人哋喺阿婆人講係嘴唇。最順，因為個人講牙齒有溜風。冇，這個要有尿尿。彈到太就會嘴唇。最順，係，還有清神期。所以各地一個音嚇。還有個唱嘅我都講，我都做完唱歌我講6代。我講6隊。代嘅時間都出冇人。哦，講6隊，咩感覺係啊？哦，攰袋我講6隊就出嚟啊！6隊變啲牛屎隊，攰啊！牛屎啊，你攰袋6隊講真來。對，所以我真係而家講嘅6隊會本人糾正。喺6隊，唔係6隊。所以而家應該慢慢已經融合到嘅，融合到南部嘅。對，客家話嘅。所以個呢唱入比賽強調，後面個很多強調各地方嘅強調，呢注重各地方嘅強調嘅語言。對。家要講到講開，南埔較少接觸到神梯跳嘛，但是因為北埔係帶下嘢，佢融合強下，帶嚟一條神梯跳嘅歌，平板嘅部分，平板，本嘅好生意堂啊，好，好冇？好，對，陳欣賞。
搞怪，我将的唔好吐诉天天。ABC 10個來到底，唔知娘的條腔下，啥一識愛唔是伊。阿爸唔好娘的好事，阿妹唔好講的教事，兄弟愛愛嘛嘅都唔是個。故說愛你娘的手天愛，故說愛你娘的就犯錯，在不愛那是好事又搞事，愛到不愛這個線，從把不愛講透數，那唔想做，唔想做，那個都不曉得嘅，太這樣，太這樣。阿妹唔好講嘅教事，兄弟愛愛嘛嘅都是個。故說愛你娘的手天愛，故說愛你娘的就犯錯，在不愛那是好事又搞事，愛到不愛這個線，從把不愛講透數，那唔想做，唔想做，那個都不曉得嘅。太這樣，太這樣。對娘的手對愛，對娘的就犯錯，對娘的誰傷苦，啥講愛難事。對愛，對娘的就犯錯，對娘的誰傷苦，啥講愛難事。哎呀！哦，客家先生推，好運吼。你有來過呢節目嘛？有去做魔王。做魔王啊！嘿，他做魔王哎。哎，對。哎，你頭班咩是杜哥嘛？佢哋還不得了，佢哋還係三九太後上樂團嘅成員。哦，最近剛加入，對，新加入的嘛。對。三 Q 胎就是那個顏志文老師，對 Rita 嗰集團。哦，對，我們道文是伯克萊學院畢業的。你是 Berkeley 回來的。對，就是很高的殿堂了呢。對啊，那你主修什麼？主修是 songwriting，就是作詞作曲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現代音樂寫作跟製作，就雙主修的。是，雙主修，優秀。所以你不是算主唱類的那種，不是？我們考進去的時候，我是用唱歌考進去。哦，那也燒了不少錢呢。伯克利金龜嘞。感謝爸媽，感謝爸媽哦。難怪會下大少爺。對啊，因為像我講書，下下嘎狗哎。大少爺應該是寫他的心聲，對嗎？我就是個大少爺，這樣。對，有可能。沒有，就是那時候我還在紐約廣告配樂公司實習的時候，然後我的米婭。橘子米婭，他就記得那個原創的報名表，我的米婭，橘子米婭，米婭就是嬸嬸吧，是不是這樣子？嬸是這樣說嗎？米婭不是這樣嗎？嬸嬸是妹妹，妹妹啊，那米婭是什麼？米婭是我家的貓哎。我叔叔的老婆是我嬸嬸嗎？妹妹啊，對，妹妹。哦，南部的妹妹，還有妹妹。米婭不是嗎？我一直都叫米婭。我有聽過米婭，就是我有美濃，就是叫米婭。差點顛覆我的人生。都叫米婭。想法不同。哦，哥哥，你一個公法冇通用。說的是。哦。就是對米婭，他就寄了這份。他就跟我說，他當時就跟我說，獎金有30萬這樣。哦，我覺得你參加一下比賽。對，然後我就說我想參加，可是就是從來沒有寫過客家歌曲這樣子。然後米婭那時候就是選了他很多朋友寫的歌詞啊或什麼給我看，然後那時候就看到陳慧文老師這首《大少爺》，我覺得就是跟我某方面也是很貼近。這首歌是講就是
家长还是叫我们贴近，你看有贴近的地方啦，也不完全啦，有大少爷的部分。在家里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曾经啊。哎呦，没有，没了，那一个待7年没按后啦。对，美国自己煮很难吃，靠自己。然后所以最后就参加原创，然后就认识了 Rita， 然后认识了严志文老师，然后彭大群那些。哦，所以开始就踏入这个客家才有接触到，后来就刚好也是回台湾，然后就是参加各种比赛，就是所有的应该所有比赛都有参加，然后所以就写越来越多客家歌曲，然后对，哇，你看，就是客家就要注入这种新的生命，对啊，这种国际音乐这种融合在一起，这种某功用，跟编曲这种风格正经对呀，哎呀，所以印象深刻，所以呢，客家音乐就越来越升华，越来越好听，嘿，更来更好，国际化，好棒。哎呀，你在从小待美浓吗？小时候一开始是在美浓，然后给阿妈照顾，给阿婆照顾，然后到2岁，到3岁的时候就是我爸妈他们就把我接回屏东这样子。那时候是好像我哥已经回屏东市对，六代都屏东市。对，然后我3岁才回去屏东这样子。对，一次待丁南埔就出来。那所以对于美浓应该冇乜嘅回忆哈。美浓就是过年过节扫墓的时候会回去，那对，然后就最喜欢吃板条嘛，板条，但小时候最有印象的当然就是我们每年过年，就是我们家全部都是男的，我们就是小孩子全部都男的。哦，那么强哦！就对，完全没有半个女的。小时候大家就很调皮，然后我们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买一堆冲天炮，然后玩，然后大字炮每年都是要发明新的玩法。小时候可能一开始是听起来好可怕，小时候也是很给小的。对，可能一开始是拿冲天炮，然后就到处就是随便正常的射这样子，然后后来就想要炸什么田寿螺啊，这样顺便这个铲除害虫嘛。福寿螺哟，福寿螺，对。然后之后过了几年，然后就长大，然后大家就想要就是拿在手上点燃，然后等它快爆的时候丢给别人，没有再往天空丢这样子。然后冲天炮对，那是水鸳鸯才这样玩。水鸳鸯这样有搞冲天炮就是冲天炮也可以这样。它快要射出去的时候，它声音会变快，然后你在那时候再把它丢出去就。它就会飞出去，它会燃到它那个。就等个心，我手都我帮的时候，我比的时间接出去。哎呦，这个也是很有经验。真的呀，还声音的话呢，那够水鸳鸯了。水鸳鸯就抱到自己。对，然后他都一片对，别扎到树哎，真的。哦，这也是一个时间蛮皮的时间，后高的事情啊，没有，真的特别好玩。哇，伯克莱音乐学院的，对啊，唱一首歌绝对不过瘾。唔啦，他带了一条，也是自己创作的吗？对，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叫做《阿公的亮》就是阿公的谜语。阿公的亮道文创作的一首。阿公的亮诶，喊声阿公做亮诶，不爱错。我把你长长的，黑马给黑长色，Thank you你长长的，黑马给。爱无的，我着下强强给马给，你的一年过一年，累到心碎痛，讲种种的天地外，从天空永远安都世界所有好宝贝，有风有干咩事？就会模糊把你爱。将世界讲 ，Thank you 你，我爱你，早很美。我爱莫过真，全跑步，阿公总爱两个爱装出，我就好给快爱一旁两人。我没火老婆爱晒呢，阿公总爱两个走。就变永远。
的掌声。Thank you， 你等真嘅的默嘅的话，我留下长长的默嘅。你的一年过了你，累到心碎台，风中中几天离开，中间汹涌的暗道，世界是我把背。Come and say， 就跟莫过把你爱，将世界听。Thank you， 你我的你早很累，我爱某个转真反复，那公中的两眼爱抓不住，我就好。